万人的印象故是望月杜甫，望月作者杜甫。大中府如何？坐落清未了。造化将心受，阴阳隔混淆。同乡生情云，决志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浪涨三霄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